体育署今年会升格做体育部，今仔就有立委开讲听会，希望讲体育部会当来成立运动文化资源司，来负责推广运动文化，利用影片还是讲出版品来提升咱国内的运动的风气。 世界12强棒球赛，台湾队夺冠军。台湾民众对体育比赛的关心度大大增加。政府今年按算要正式成立体育部，有立委召开公听会，希望推动伫部内底成立运动文化资源司，负责推动台湾的运动文化。有学者认为，台湾的运动文化大多数拢是咧关心出名的选手甲运动，较小型的运动议题煞无人关注。 体育署已经有编列了相关的一些经费来做了，但是在做的时候呢，它还是比较是局限于在比较是精英主义、英雄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收集的方式来做。那可是呢，你怎么样在做更多的一些推广，让人民更有感？学者认为，透过建立运动文化资源司，会当由中央集中资源，推动带动运动文化的影视音作品，来提高民众运动的风气。 有产业界代表认为，会当由中央出版体育专门的出版品，包括我们运动部啊，或者是目前的体育署，是不是有属于我们台湾的运动的出版品、运动的刊物？在未来的运动部里面，是不是专责的单位？确实要让这些，就是说未来的一些政策在落地，要让民众有感。 体育署代表也有出席公听会，讲会甲意见早登去讨论。未来伫咨询会议的时，也会邀请各专家学者详细讨论规划。学者认为，透过推动运动文化，通带动运动风气，就通让国民更加健康。